台北车条昨下晡2点外，有一个男子情绪激动，大声一直嚷，引发到旅客惊狂。到伫个警方甲站务人员咧甲追捕的时阵，有一个热心的民众抢一步身，甲这个男子摔倒在地。警方随后压制抓人。画面现光，有袂少的网友懊恼讲，这位是英雄。这位英雄讲，因为伊看这个男子无摕武器，反射性的动作，就甲摔倒在地。不过，伊也是呼吁大家应该走的时阵，也是爱走。通报一下。来，压制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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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穿黑色外衫的查甫人伫咧电楼梯头前，甲人摔伫涂骹，警方就随向前甲人压制逮捕。昨下晡，这个查甫人伫咧台北车头大声喝休，甚至阁走互人入。袂少网友注意到，第一时间热心的民众出手斗阻挡，俄罗查甫人有够勇敢，讲伊反应真紧，是英雄。当时男子经过厕所的时候，就先发现警方正在压制人，过没多久，闹事男子开始逃脱。男子上手扶梯之后呢，是立刻听到警方大喊压制，立刻上前将这名闹事男子给抱摔在地。众人懊恼的英雄了后，嘛伫咧网道顶亲身回应网友普文讲当时的状况。原来伊伫咧台北车头，是因为过灯讲要出国，才上房顶号召，想袂到拄到紧急事件。伊表示伫咧出手进前有先观察闹事嫌犯手里无物件，听到甲压制就随动作向前甲人压制。伊嘛提醒民众该走的时阵原来爱走，甚至阁讲到英雄的意念会有人团队。哦，那我会啊，那我应该会这样做。怎么做？可以帮我们讲一下。就是可能情报吧，把他抱住这样，然后把他扑倒在地上这样。值得嘉许，但是要更考虑自己的安全。我应该能力不够，我会让开，让他们好处理。台北车头闹事查甫人引发旅客惊吓，嘛以恐吓公众罪嫌上班，了后嘛互升压。那勇敢的查甫人出手的行为，嘛搁再看到社会温暖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